示恁两个啉无济，对，所以无讲介注意，知影对。这咸济，这真正是咸济。含济，嘿，什么金，什么管，什么是，什么头，定。啊，形象哦，这像饲哦，你这偷走的，我这样呐。定好，明明子啊，你的答案是顶司就是我的顶司。哦啊，我做工课是讲认真嘛，顶真。哦，顶真。啊，我的顶头，下骹的上下顶头。骹倒柄嘛，对。啊，个顶管，顶管，你就是管哦。我要么讲顶线，顶管，顶头顶管讲意思啦。差不多，嘿，对。因无因就是家用因嘛。顶司、顶头、顶管，其实会使讲同一件代志啦。是，对啦。哦原来咱这当事长是咱顶司，嘛是咱顶头，嘛是咱顶管啦。对。好，不要紧，咱来听老师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哇，该睡啊，就赞嘞。是，咱即摆哥哥甲妹妹就要来比赛啊！定高机啊！好，要来定一个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解科安慰嘅医师。咱有当时心情无好，3日一撮酒，感觉心情放轻松。即摆甲大家问一下，到底咱啉的酒是身体倒一个器官在代谢的呢？身体倒一个器官伫代谢的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就答。好，你听听你妹哦。一定。好，来，一定来。心田，来。是。肝脏，老师是不是肝脏？掉一半。哦，老师讲话阁有一个迄落啊哦，拢甲你提示啊哦，肝脏毋是阁一半哦。来，是倒一个器官？一定是啉酒代谢，一定是第一是肝嘛，啊，过来就是你若袂排泄，迄就是油脂的问题嘛。哦，肝加油脂。肝也是油脂。油脂。老师是不是油脂？拄则因个问题就是肝脏，华语叫肝脏，华语咱袂讲肝脏，咱讲肝尔。台湾人足巧的，讲一字就知啊，咱讲肝尔哈。啉酒伤肝嘛，因为90%的酒精拢是爱靠咱的肝来做代谢，所以咱讲酒安啦，吸者就好，唔通啉伤济。无唔对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表示恁两个啉无济，对，所以无讲介注意。对。这咸济，这真正是咸济。你用讲肝脏啊，肝脏甲肝就同款啊。拄啊，老师咪讲一半。啊，你就讲搁一个油脂，嘿，油脂是另外一个代谢啦。那牙钳吼是应该是，比如讲查某就我独身啊，我就欢喜，啊无代志来去爱一个，去共捐一家，哦，迄家来鉗安尼，你趁我鉗要好个，就免2年，鉗到我要死去啊，迄就牙钳啊。哦，啊，我无乖啊，对无？咱即摆来看者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咱这条讲梅台猪嘛是天公袂肉吼，因为自来咱台湾人安那爱食啥物现台的猪，吼，啊较不爱食迄冷冻的，所以一般咱台猪拢是特别天公较台嘛。啊，准做你半暝就台好，啊你嘛是爱等到天公，才会当摕去炸饲卖啊。所以呢，哦，免着急嘛。对，所以这句话是讲。甲咱讲做代志啊呐，免急啦，你爱等待啥好时机，就敢若咱掠鱼爱趁流水，啊若捕蝉你就爱等春天。哦，真有道理哦。老师讲得有够赞。哦，咱去学着安尼。无老师将伊满腹的诗词拢个放互咱啊。请问中破塞宋钢丁是啥所在？屏东啊，屏东会当于歌咏雷门。歌咏雷门。啊，真假？我来，来，再来小王整个小昂，王子是倒位。屏东来讲。来，进来。呀啦，加几啊厝？这都是。嘉义的民谣。真假？河边街的秋歌。宜兰，秋歌宜兰。什么节？是咱的旗叉行跟北皮寮。艋舺。都位艋舺，是真假？好，来，咱看这里有几秒咧？是咱即马，我进来一看，佫剩27秒咯。所以讲，咱的奖金就是27000块。